之前一講到蕾絲，我就想起擦邊美男，尷尬而且非常的土。似窗簾合作部，但係呢幾件衫顛覆咗我對 lace 嘅想像。原來 lace 可以咁高級、咁多元化、咁可愛、咁有氣質，仲一啲都唔老土，超級新潮添。最貴今期係2000幾，定製嘅500蚊。咁就定製先㗎啦。定製呢間店太靚，我買咗3件。第一件係襯衫同埋裙嘅2件套套裝。你知唔知15世紀喺威尼斯發明 lace 嗰陣時係得貴族先可以用㗎咋？嗰陣時啲男性貴族都好中意着㗎，係代表財富。呢件衫係更加前衛嘅宮廷範，所以話唔會好靚，但係佢真係幾透下。男人着應該 OK， 女仔着就可能要打翻個底。除非你唔係出街嗰陣時着，自己屋企着欣賞下自己都 OK。唔，你出街嗰陣時都可以咁着。支持穿衣自由。嘛，呢件衫性唔性感？其實我今次介紹嘅全部都好性感，但係若然好正嗰陣，係一點差別嘅感覺都不會有。佢定製時間有啲耐，起碼有1-2個禮拜，因為佢真係根據你嘅體型去幫你定製。呢個價格嚟講，佢用料簡直係大方到個就我就嚟可以用嚟做。第二件啦，係一件背心，其實佢睇落去咧都幾似睡衣下噶，但係佢啲細節靚到我唔甘心，淨係俾我自己同埋我老公睇，所以我要俾你哋睇。你睇下背脊個設計，掃咗個線條出嚟，就算我啱啱刮完紗，上有啲黃色，再加有啲蚊爛，都唔影響佢嘅 sexiness。我覺得着睡衣都勁靚咯 ，OK， 其實喺屋企都應該靚靚地咯。我完全可以着出街噶，加個拖鞋就好似度假裙，將個短裙換做牛仔褲又係另一個 style， 更加睇得出佢嘅版型係落咗心思。你看他小白那個弧度做得好乾，着咗呢件真係可甜。可鹽，很鬆弛，你懂唔懂？係喐一喐，哇，好飄啊！仙氣飄飄，件衫同你一行咧就會飄起上嚟。但係講到仙氣飄飄，第3件係最飄嘅，亦都我今期最愛，佢好似公主，有前短後長嘅設計，有啲似披肩，I love 披肩。同 Chloe 嘅風格有啲似，我呢排 obsessed with Chloe。其實件衫可以着得更加好睇嘅，因為你都知若隱，你入面可以着個靚啲嘅 brown lace bra，but you know 睇到 Auntie Uncle 睇緊我啦 ，hello， 你着到佢最完美嗰個樣啦，但我已經好滿足噶啦，我認真覺得超級靚，超級有氣質。極度有仙氣，同埋絕對唔着得出街。氣質型 lace 講完到性感型 lace， 你睇如果驟眼咁樣睇，一條白色嘅裙，毫無記憶點，但係一多咗一個 lace 嘅設計咧，係咪第一次覺得 cat 有啲野性咧？其實我唔係露咗好多，淨係露咗個三角形嘅咋。lace 嘅魅力就係將一個前不凸後不翹，又有刮痧又有蚊爛嘅女仔，都散發到嗰陣好強嘅女性魅力。好啦，性感 cat 第一套，下一套咧就係可愛 lace。冇錯 ，lace 都可以好可愛㗎。lace 本身其實唔靚嘅，係睇下你用係啲咩版型身上。I love this，因為佢有大底褲添啊。其實 lace 係好顯瘦嘅，但係你一定要揀啲好密集花紋嘅 lace。佢視覺上真係會令你縮一個圈。呢套都係幾百蚊，超值得入大家。雖然近睇真係非常之似窗簾，but 窗簾 is good。我細個睇過一部電影就係公主咧用窗簾整裙啊，都係整得好靚。I knew Chinese is gonna be a great idea。但係講到窗簾之中嘅窗簾，咁就係最後一套。呢條片全部賺咗我真金版，1000蚊購入俾你睇，係誰穿誰時尚。窗簾部最頂級嘅進化物。結婚咁款啊！大家你睇其他人着，同埋我着都好靚，都好顯瘦啦，同埋佢會將你嘅腳型修飾得好靚。你睇下冇同埋有。So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out of everything? This one? Yeah. Look. Emphasize。佢仲有個贈品嘅真台布，做台布有啲嘥啦，咁我嚟包下個頭啦，係咪先 ？Fashion 人士都係咁樣噶嘛，但我發覺佢遠睇 OK， 近睇。唔係好掂，一定係綁法唔啱。再嚟多次，哇 fashion 本 fashion 越近越不美，沒有很行。雖然美麗的東西是不要太多調味的，真的超愛這個肘子，真的很飒。你看那個大風啊！好啦，今期就咁多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次 lace 嘅相片，就咪快 like and follow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